陽春風光以嚟，奇峰幽洞，綠水秀山，旅遊資源得天獨厚，文化古蹟眾多，素有廣東小桂林之稱。喺陽春有一個山村極負盛名，呢度人人習武，代代練拳。呢度山清水秀，民風淳樸。呢個傳奇嘅武術之村就叫做大涼山村。佢坐落喺陽春松柏鎮松柏墟西南2公里嘅大涼山腳下，山脈由北向南走向，村落喺山嘅分水嶺西側，環繞山坡而建。全村都係嚴氏宗親，有200幾戶人家，總人口約近2000人，係陽春市松柏鎮較大嘅自然村之一。大涼山村係遠近聞名嘅功夫村。大涼山呢段嚟講咧，成立嚟講咧，即係有從清朝嚟講咧，都已經開始有噶啦。從清朝已經有嘅。咁嚟講咧，即係因以前嚟過去嚟講咧，係嘛，即係個社會秩序係嘛，就會差啲。咁我哋太公嚟講咧，就帶住嗰啲後代嚟講咧，就練好嗰啲武功。咁嚟講就維持到現在都係練嘅。根據史料記載，可以遠溯到明清皇朝，本村就有壯士從軍、屢立軍功，被朝廷授予武官師嘅職銜。嚴氏宗親嘅族譜記載，歷史以嚟，大涼山村人團團居住，日頭勞動，晚黑喺武館曬場習武。數百年嚟已經成為一道靚麗嘅風景，亦湧現出咗好多光宗耀祖嘅人物。其中嚴燕純係清朝道光辛卯科武舉人，其弟嚴延聰、嚴燕倫均從小習武，青年時期被朝廷授予頂戴南寧守備，即係地方軍隊司令。嚴廷白獲武略其位，其子嚴燕濟子侄扶爵。又有嚴燕柱因軍功保舉，任江西按察使司知事。嚴之南咸豐2年喺羅鏡、羅陽地區剿匪有功，被贈於羅陽保將牌匾。嚴烈求係清末武舉人，嚴家麟亦係武略其位，軍功6品，任陽春千總，即係地方軍隊首領。嚴家昭、家彬、家板均軍功9品。嚴進喜武藝超人，上頂戴南寧，係陽江鎮標左統領。喺民國時期，大涼山子弟亦毫不猶豫投身保境安民，效力國家。其中曾任省府安保嘅嚴之南之孫嚴榮祖喺羅定、兩陽、新興等地頗有名望。良方往來教咁現在我哋個村呢，大細老幼、男女老少都練武。我哋個武室係為着鍛煉身體，保護國防。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歷史唔能夠忘記一個叫做梁方五嘅人。梁方五祖籍羅定，出生喺廣西岑溪市水文鎮唐秀村，之後移居岑溪市歸義鎮。佢綜合咗蔡家、李家、佛家、洪家、劉家拳嘅精華，獨創有18羅漢等若干套路拳法、飛龍棍、雙刀等多種兵器嘅武術套路，自成武林一家，被尊稱為南少林佛家拳掌門人，一代宗師。
梁方五約喺1932年，即係民國20年冬，落腳大涼山辦武館，受師藝，成立咗大涼山舞獅團。接至1950年，所傳授兩批弟子達100人，其中嚴炳鑑、嚴旭聯係佢最為得意嘅弟子。大涼山舞獅團當時十分活躍，平時喺鄰村或者出松白墟耍玩獅藝，逢節日同新年外出到羅定、新興、天堂，遠至開平等地遊獅表演。大涼山嘅武藝同獅藝所到之處，均獲追捧。一時之間，大涼山嘅名聲大振，名揚肇慶、五邑、雲浮等地區。喺烽火連天嘅歲月，賊匪唔敢擾村，連鄰村亦獲益匪淺。解放之後，由梁方五嘅首批弟子繼續喺本村教舞，習武風氣不減當年，教出咗第3代、第4代弟子。梁方五亦曾經喺50至60年代多次重返涼山指導武藝。佢嘅弟子嚴炳陽、嚴豪佳、嚴炳通一直追隨其左右開武館。即係我哋大涼山村呢，就在40年前，我哋就已經有個武館嘅啦。即係呢個嗰個武館呢，年久失修就崩啦。咁咧，我哋就近嗰10年來，就得到社會各界嘅支持同埋宣傳。咁我哋嗰班大涼山嗰邊嗰個以前嗰班老前輩啊，為咗將我哋涼山嘅武術傳承落去，咁你就重組涼山武館，就現在有70幾個弟子。就嗰個武館呢，就應該係今年5月份嗰陣時，在政府嘅倡議下面重建嘅。所以我哋地方呢，就係比較局限，唔夠闊，係嘛？以後就會爭取重建一個新嘅武館。隨住電影《少林寺》嘅熱映，大涼山第2代至第4代嘅武術弟子紛紛被請去外地做教練，其中例如嚴炳鑑、嚴成麟、嚴德森、嚴炳陽、嚴式權、嚴時景、嚴錦聯、嚴豪佳、嚴炳通、嚴澤陽、嚴式文、嚴石森、嚴飛燕等達20幾人，佢哋喺當地為弘揚武術作出咗貢獻。我呢，才26歲都出去教武噶啦吓，咁先呢教個地方有成100幾個知青運動，收緊嚴炳陽上啲教。80年代初，政府重視民間傳統文化藝術，湛江地區陽春縣都舉辦咗武術表演賽，本村武術愛好者多人多次被推薦參加表演。1981年春，本村嚴炳陽、嚴炳通入選陽春武術隊，參加湛江地區武術表演，獲2等獎。1982年春，又參加喺化州舉辦嘅表演。1983年春，嚴炳鑑、嚴澤陽父子、嚴炳通入選陽春武術隊，參加湛江地區武術表演，獲2等獎。隨住改革開放形勢發展，眾人都忙於經濟建設，大涼山武術只係停留喺家族式、個別家庭或個人嘅自由健身階段，少咗集體活動。但係老一輩嘅武術骨幹，考慮到要俾涼山武術代代相傳，本住呢一宗旨，喺2008年就醞釀重振旗鼓，辦好武術師團。我哋涼山有武術有400多年嘅歷史傳統，係嘛？不過最近年嚟講呢，就開始又重新組合嗰啲青年青少年由我哋嗰班老嘅人帶動我哋嚟講呢，今後一定要繼續努力咁嚟講呢，發揚我哋個涼山武術。2010年喺重伯政府嘅倡導之下，村人捐資購買獅頭、大鼓等器材，熱心愛好者都可以參加。經過嚴豪佳、嚴炳陽、嚴光幹、嚴宗泰、嚴澤陽等人嘅組織，好快建成咗大涼山武術獅子團。佢嘅宗旨係培養青年，唔俾涼山功夫斷節或者失傳。喺老一輩師傅嘅無私無償、不怕辛苦嘅教練之下，一批青少年參加訓練，總人數有60幾人，並且重掛起涼山武術館牌子。
依家每日晴晚喺武術館門口晒場，燈火輝煌，獅鼓咚咚，人氣旺盛。練武嘅吶喊聲伴隨鑼鼓聲，震耳欲聾。好一派弘揚武術之風，讓人陶醉，讓人讚賞。真係南拳武術天天練，梁山功夫代代傳。長江後浪推前浪，相信明天更輝煌。